好啦，预备，数啊，手张开，一直开始。数啊。春秋文送。
住凤林镇。好，我住凤林镇，请你带我回家，请你带我回家。我请妈妈泡茶，谢谢你。凤林镇，向你出满风，南下阿妹泡茶淡香蜜。好，哎，我来嘛，我来哈，好。今日我教嘅係世界游击台，世界游击台，知道世界游击台，你们觉得世界有多大？大。哦，懂台哦。无限的大。但是一定有一个公里。一定有一个范围，一定有一个范围，是不是？对吧？你可以，你真的行都给到街咧吼，你可以走到那个界限吗？你行得多哦，行得多。啊，你唔是去13吧，行得多哈。好，来看一摆啊，世界游记法。世界游记法。地饭，那个饭就是宽来念是饭。饭就是宽的意思。世界游记法。世界游记法。世界游记台。世界游记台。火山大。开会在。好，所以他说世界有多宽，世界有多大。然后呢？高山上，还有呢？大海里面都是哦。好，来再次，世界游记法。世界游记台。火山大。开会在。好，大海底。玛丽安，守候了。慢饮地给在。谁住在那边？俺上夹夹台。你都上个夹夹台嘛？你们想不想赶快长大？好，有上给你调试来高。没啊，你看没有人想长大，哪个没上个夹夹台？夹夹台是怎么变的？对，夹夹台是怎么变的啊？来，俺上夹夹台。都远远给手猜。要到很远的地方，比如讲像隔壁的家，有远的地方嘛？隔壁，有冇看有远的地方嘛？有吗？阿爸带到哪？爸爸住在哪里？风里。阿公阿婆带到哪？英国。还有台北。好，有没有很远？远给手猜嘛？那我一点哦，从培养给我地球知道吗？坐飞机要坐多久？要好几个小时。至少9点钟。难道电话是从？好。难道地？来，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哦。天空空啦。世界都带游击台。好，我也想要去看一看呢，世界到底有多大？看你韩国地头炸最高，看看你那个世界有多大？韩国地头炸最高，看看你有走过多少个国家？韩国呢的位地方走过哪些地方哦？再来一次，来这边开始哦，慢你听给带。爱上夹夹台。都远远给手猜。天空空啊。世界都带游击台。哦，请问你哦，来狗山党有你去给带吗？有没有？高山上有没有人从那边住？有吗？有哦，太会带下有你去给带吗？冇了，太会带下冇，不过太会带下有空温，有动物在那边住，对不对？